咁幫媽媽沖涼咧，有時對舐毛嘅情況就有幫助啦，但係有時反而有反效果，令到問題惡化嘅，好視乎佢舐毛嘅原因。咁有咩情況係沖涼可以減少佢舐毛咧？譬如跳蚤感染啦，咁我哋會準備一個麥齒梳，將佢全身都梳一次啦。如果發現咗有跳蚤啦，或者係跳蚤嘅便便咧，咁就可以幫佢沖涼啦。咁之後都要用翻啲防濕嘅產品嘅。咁另外咧就係環境嘅過敏啦，咁例如屋企有裝修啊、好大塵啊，依附咗一啲致敏原喺皮膚表面咧，沖涼都有機會會幫助得到，令到佢減少一啲皮膚敏感嘅問題嘅。咁相反啦，有咩情況咧會令到貓貓舐毛嘅問題更加嚴重咧？例如壓力過大啦，因為一般貓貓都比較怕水嘅。如果佢哋好掙扎啊、好驚啊、好緊張咧，反而就會令到個舐毛嘅問題更加嚴重啦。咁另外就係洗走自己嘅氣味啦，因為貓貓咧會靠一個舐嘅口水咧黐住喺身體內邊咧，留低佢自己嘅氣味嘅。咁如果沖涼沖得犀利嘅話咧，沖走咗佢哋就有機會會舐得更勤力啦，去補翻自己嘅氣味啦。咁所以沖唔沖涼咧，其實都好視乎佢個別嘅情況啦。咁我哋都會建議咧，可以問翻獸醫嘅意見嘅。